于太太，欢迎到海角发射中心来看38岁的我。如果你下半年不打算接戏的话，要不要考虑跟于老师要个孩子呀？要考虑了，他想要个女儿。真的啊？喂，我正和林姐说到你呢。说什么？说你想要个女儿。说你看剧本的时候问我为什么设定男二只有25岁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于老师，对不起啊，我以后帮他接戏的时候一定会注意这一点的啊。你放心啊。哎呀，我跟晶晶我们闹着玩了。于老师，你放心，男二没有你帅的。可是他只有25岁啊。哎，乔晶晶，好，等一下啊。跟你开玩笑呢。你吃饭了吗？吃完了。对了，刚刚在食堂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，排在我前面2个小姑娘是其他所的，我听见他们在讨论我。你都有粉丝啦，你跟我炫耀啊？我怎么会找你炫耀粉丝啊？我今天有一个小姑娘说，她对我幻灭了。你干嘛了？你让人家都对你幻灭了？她这么说的。今天在会议室外碰见了于总，没想到于总看上去那么学术的一个人，手机桌面居然是女明星。幸好他跟我接触不多，不然他会发现这个女明星的照片，我还是1周1换。我觉得这2个小姑娘以前上学的时候一定特别认真，从来都不关注八卦新闻。后来呢？你有跟他们解释吗？本来想算了，但是呢，又觉得自己的形象不能受损。正好吃完饭在门口碰见他们，我跟他们说，手机桌面是我老婆。哎呀，于总，你怎么这么幼稚啊？但是他们好像不太相信的样子，所以要不要帮我证明一下？你要我怎么证明啊？发微博吗？那都不用，或许可以给我来探个班，顺便看个火箭发射。你的戏不是快杀青了吗？啊？我真的可以去吗？基地最近几个月一直在举办航天家属看航天的探班活动，我每次都报名，第5次终于被抽中了。可以吗？我能去发射中心探班吗？于太太，欢迎到海角发射中心来看38岁的我。